讲到办桌是咱台湾人的上面文化，这家己大拿的平拿国小呢，伫咧中昼顿的时间，利用办桌方式，互囡仔体验到食在地、食着时的食农教育。薄荷鸡、酸辣汤、保烧钓鱼米糕，一出一出的办桌菜，唔但互囡仔食甲食欢喜，嘛互因知影食材经过料理了后的气味。学生就讲，中昼顿用办桌来教食农教育，印象有更较深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讲薄荷或者是凤梨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它是味道是怎样，然后像现在吃板的，我们就可以尝到它的味道。哦，像讲咱菜内面有迄薄荷鸡啊，迄是咱大拿这附近的老一辈的人拢捌食过，啊，其实嘛是足侪阿公阿嬷伫厝内做的迄种手路菜啦。大拿镇的平拿国小为着要教学生食农教育，特别请总铺师入来学校，用着时搁在地食材，利用食办桌的方式，我们要学生知影气味，嘛会当为这当中来认捌家己故乡的特产。拢是营养午餐，啊，即摆食的板豆拢是遐煮的，啊，我感觉拢食拢无共款啊。我们都在推广食当地、食在地的观念，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小朋友去真的体验，这些菜色的料理原来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故乡。学校表示，一般囡仔拢是对着大人才有食办桌的机会，用这款方式哪食哪教，除了加深学生对在地食材的认捌，嘛，互因伫学习的过程当中体验到台湾的办桌文化。记者李慧婷，家己报道。